今場 Australian Championship 有料爆啊 ！Sydney Uniting 58對 Bayswater City 13.30分開波，個盤行得幾微妙，我覺得要捉3個重點先至穩呀。第一，節奏控制，主隊入局咧通常比較快，中意由邊路推進到禁區邊。早段如果角球同傳中數據偏向主隊 Bayswater 會被壓住行嘅。第二，反擊空間 Bayswater 作客時轉守為攻幾利落。如果中場第一點輸多，後防線就要退得更深，反而留到2次進攻窗口。第三，定位球，呢場兩邊都可能靠死球揾突破。前20分鐘嘅犯規密度會直接影響角球與自由球嘅威脅值，穩中取向傾向半場細波，配主隊不敗更保守。進取向觀察早段角球分佈，若主隊角球優勢明顯，可同主隊角球多嘅思路；若被逼退，就留意客隊反擊期嘅下半場表現。你又點睇？留言講下你嘅心水。Follow 林伯數據室專業分析留言區，揾秋香拎免費貼士。